每一座城市都有佢嘅靈魂，而香港嘅靈魂就藏喺街巷同書頁之間。呢度係學士台，曾經被文化名人稱為家嘅地方，見證咗香港文學歷史嘅輝煌。1938年，戴望舒住喺呢度，為自己嘅住所改名做林泉居，並且用呢個名做筆名創作文章。夏秋季節，合歡樹影灑落泥土，詩人嘅心情亦隨之沉澱。戴望舒同文人創耕耘，為香港文學添濃墨重彩。學士台唔單止承載文人足跡，更係思想文化交匯處。離開學士台就嚟到香港大學。上世紀30年代，許地山任中文學院主任，帶嚟咗嶄新嘅文學思潮。佢推崇白話文同多元教育，並且重新編訂國語課本，革新咗香港文學教育嘅格局。好多文學巨匠如張愛玲都受此影響，學院至今都仍然係香港文學培育嘅搖籃。離開香港大學，一路向前行，就可以見到一間被綠蔭包圍嘅中學。1940年，蕭紅為避戰亂嚟到香港，香港淪陷時佢嘅病情惡化，逝於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救護站。一路向前行就到咗上環附近，再行30分鐘就到咗青年會。從紅磚屋嘅正門入去，企喺小禮堂嘅門口，仿佛可以聽到嗰把陌生嘅聲音，正係演講嘅魯迅。離開青年會，穿過中環熙熙攘攘嘅人流同車流，就嚟到最後一站大館，原為域多利監獄。1942年春天，香港淪陷時，日本人將詩人戴望舒困喺呢度入面。喺呢堵高牆入面，喺陰冷狹窄嘅牢房入面，詩人寫就著名嘅獄中題壁。而家呢堵高牆已經對外開放，成為咗文化古蹟同當代藝術街區。嚟到呢度，今日嘅文學散步都告一段落啦。歷史有情，人間有意，通貫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未來香港文學嘅故事仍在繼續。